長洲嘅太平清醮、大坑同薄扶林嘅中秋舞火龍等活動，不單係極具香港特色嘅傳統儀式活動，更加係香港傳承中華文化嘅一種體現。香港係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嘅城市，同時又係匯聚中外文化嘅地方，形成香港獨特嘅多元文化。香港社會主要有兩個特色，第一係居民以中國人為主，第二係社會以中華文化為文化主流。例如，現時大部分香港人會用中文漢字作為書寫文字，香港人嘅飲食文化仍然以中國菜或者係粵菜為主流。港人對中國傳統節日亦都非常重視，農曆新年、清明節、端午節都係法定公眾假期，市民亦會響呢啲節日按傳統習俗去過節。而香港各區亦有過百間供奉中國民間信仰神明嘅廟宇。近年響傳統文化嘅基礎上，社會亦出現咗創造性轉化現象，例如長洲太平清醮嘅搶包山。傳統上居民會通過搶包嚟祈福，依家搶包山就以競賽形式進行，搶包亦改為向居民派包。同大部分華人地區一樣，保留傳統中華文化手藝一啲都唔容易。不過香港亦有唔少有心人為保留傳統文化出一分力。喺香港新界元朗有一條以傳統紮作聞名嘅燈籠街，每逢中秋佳節，唔少港人都嚟到呢度買燈籠。呢度啲燈籠之所以咁受歡迎，亦因為經營燈籠鋪37年嘅東主同佢嘅下一代一直冇放棄過製作手紮燈籠，而且仲喺傳統上加入咗創意同改變。仔幫我手設計，幫我手一齊做出嚟賣咯。嗱，呢個飛龍都係我仔嘅自己私人嘅作品，佢自己親手設計嘅。又冇話最歡迎嘅喎，因為我哋呢啲係手做燈籠咧，比較少見到啦。我大仔又咁啊40幾歲，咁啊佢係有興趣，同埋我有幾個仔女，有新抱啊、孫啊咁樣，個個都肯幫我，個個都支持我嘅。咁啊，大家都出嚟幫手做咯。原來大家都中意我哋嘅燈籠，我哋好開心啊！從以上內容，我哋可以知道，香港社會係以中華文化為文化主流，部分傳統儀式同習俗響香港仍然存在。傳統文化響香港社會出現創造性轉化現象。
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六 C 班嘅關卓南。今日想同大家推介一本好緊張、好刺激嘅奇幻探險小說《魔幻偵探所5號公路魔影》，係由關景峰創作嘅。咁呢本書咧，亦都係《魔幻偵探所》嘅第4集，將魔法同推理探案結合埋一齊，真係一拎起唔捨得放低啊！咁故事講述有一條好神秘嘅5號公路啦，接二連三咁發生恐怖搶劫案，受害者唔係死就係重傷，車頂仲要傳嚟一啲好瘋狂嘅拍打聲，天上面有恐怖笑聲迴響，仲有一個黑色斗篷飛過，入面仲係一隻樣貌恐怖嘅魔怪。魔幻探險所嘅成員就去調查呢單案啦。咁點知連佢哋都受到呢啲恐怖嘅襲擊，到底佢最後有冇得脫險呢？單案最後破唔破到呢？5號公路魔影究竟係乜嘢魔怪呢？真係由頭緊張到落尾。首先呢個劇情係超緊湊嘅，懸念一浪接一浪。作者設計嘅案件同推理挑戰都好精彩，令人追到唔願停。其次，魔法同探險元素完美結合，唔單止可以睇到點樣查案，仲可以見到樣貌恐怖嘅魔怪、諗都諗唔到嘅武器，同埋奇幻嘅魔界天地，絕對滿足到你對魔法世界嘅幻想。書裏邊仲有加插咗探險教室同魔法時間，等大家一路睇呢本書，一路學習到邏輯推理知識，訓練大家嘅觀察同思考，真係又好睇又學到嘢啊！如果你同我一樣中意哈利波特嘅魔法世界，或者中意名偵探柯南嘅推理情節，呢本書絕對啱你。如果大家溫書溫到攰嘅話，會做啲咩呢？聽下歌、打下機，咁我就推介你打開呢本書啦。佢係節奏明快，你一打開本書就唔使逼自己投入，就會好自然咁樣跟住呢個劇情一路睇，將所有嘅煩惱同壓力好自然咁暫時離開咗。呢本書係一本集合奇幻、冒險、推理於一身嘅超正嘅小說，唔單止可以俾你緊張同又開心嘅閱讀體驗，仲可以幫你提升思考能力。多謝大家。
拜。